慢慢会阳光酷烈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恰呀呀？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适宜炎热，常用于形容阳光酷烈。例日头恰呀呀，虽然顾性命。烈日炎炎，个人只能自保。俗语比喻在恶劣环境中自顾不暇，不愿对人伸出援手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